实用生活小技巧，不学保证你后悔。一，自从学会了这个穿针小技巧，奶奶再也没让我给她穿过针，利用一张纸片夹住棉线就可以轻松穿过针眼，一丝轻松搞定。二，我不会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吧？不管挂件上绳子有多短，都不怕穿不上钥匙扣，取下也很方便。三，创可贴怎么贴更能保护伤口？把创可贴两边剪开，交叉贴在手指上，这样不仅更贴合，还能防止脏东西的进入。四，想不到一次性杯子还可以做手机支架吧？只需随便一捏，横竖都可以立起来，再也不怕出去吃饭没有临时支架。五，老板娘偷偷告诉我的打包方法，就这样捏住袋子中间，前面系一下，绕过来后面再系一下，这样打包既牢固也不会撒汤串味。六，分享一个真空包装法，利用水的压强把里面的空气慢慢挤出来，这样就可以抽真空了。没学会的还不赶紧收藏？保洁阿姨不会告诉你的家务妙招。一，拖把用久了又脏又硬，倒入可乐、洗衣液，静置20分钟，用水一冲，干净如新。二，家里的杯子用久了会有很多茶垢，教你一招轻松解决，倒入小苏打、白醋，静置2分钟，然后用清水一冲，立马干净如新。三，电风扇用久了会有一层污垢，加入牙膏、小苏打、酒精，搅拌均匀，喷在污垢处，最后套上塑料袋，打开电风扇，让它充分溶解，拿掉之后，电风扇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四，花洒头用久了会有水垢，教你一招，把花洒放入塑料袋，挤入牙膏，加小苏打，加白醋，加清水，然后不断摇晃花洒头，让水垢充分溶解出来。这样处理过后，水垢消失不见，水流也变大了。五，倒入适量的可乐，少许花露水，加入洗洁精，倒入小苏打，再倒入白醋，开启洗洁模式。今天我也给我家洗衣机洗个澡，来看看我家的洗衣机，这也太脏了吧！没学会的点赞收藏，以后备用。30年才知道水果的正确切法。一，西瓜对半切一刀，打横切几下，竖切几下，直接拿着吃，非常方便。这样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吃的满脸都是西瓜汁了。二，火龙果去头去尾，然后对半切开，对着果肉竖着划3刀，再横着划2刀，最后沿着果皮转一圈，就可以一块一块的插着吃了。三，哈密瓜切掉上面的瓤，竖着切2下，切掉2侧，再平均切开，小巧精致，客人看了都要夸。四，菠萝去头去尾，然后对半切开，顺着纹路横切几刀，竖切几刀，这样吃干净又卫生。五，猕猴桃去掉左右两边，把调羹插进去转动一圈，猕猴桃就出来了。六，橙子去掉2头，切开到一半，再横着切，一片一片的切开，这样就会得到一个完美果肉。七，柚子头尾切1刀，再切掉外皮，在中间切1刀，切一个小口，撕开筋膜，这样一扒拉就下来了，轻松得到一盘果肉。没学会的赶紧收藏吧。维修师傅打死不会告诉你的维修小技巧。一，排水按键不回弹了，我教你自己在家就能修理。首先把卡扣掰下来，这个按键就可以拿下来了，里面有个弹簧，是因为这个弹簧老化或者断裂导致的，把它抻一抻，或者换一个新的，按照原步骤装回，这样马桶按键不回弹的问题就解决了。二，马桶盖松动，左右摇晃，先把马桶盖对齐边缘，掀开马桶盖，注意这里是卡扣，同时按住这2个开关，取下马桶盖，取下螺丝杆、装饰盖，用螺丝刀把松动的螺丝拧紧，最后把装饰盖和马桶盖原位装回就修好了。三，马桶上水不停或水位过低，教你一招，如果水位过高并从补水口流出，那就是上水阀问题，这个是通用安装的，自己在家也能换。如果水位过低一直上不满，那就是排水阀问题，拆掉清洗一下也就可以了。四，马桶冲水无力，首先我们可以拆掉排水阀，将排水阀上的调节开关全部调到加号位置，这样可以确保有最大的出水量。再把排水阀装回马桶内，然后按下排水按钮，我们可以看到马桶的冲水明显有提升。如果盖上马桶盖了，排水就变得很小，基本上都是因为按钮的虚位比较大，需要从盖子的底部调节圆杆，用手直接转动圆杆，将杆子调长，与虚位的尺寸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调好后的按钮虚位很小，这样冲水无力问题就解决了。感觉视频有用，就点赞收藏吧。学会这些小技巧，你就捡到宝了。一，把牛肉放进密封袋里，泡在水里，一个真空包装就做好了。二，把蔬菜插进菜篮的小孔里，可以轻松剥下菜叶。三，没吃完的生日蛋糕放到保鲜盒里，奶油抹得到处都是。换个思路，先把蛋糕放在盖子上，再反扣上保鲜盒，这样就不会沾到奶油，拿取也更方便。四，以前的我这种挂面袋总是从上面剪开，不好拿，剩下的还不好封口。
后来我想了一个好办法，沿着袋子的侧边剪到1/2处，像视频这样，用剪开的袋子边缠绕一圈就可以封住了，真是方便又省事。家里种花一定要知道的5个化肥知识：一、洋葱水就是磷肥，可促进植物提前开花；2、胡萝卜水就是钾肥，可让植物枝干粗壮；3、啤酒稀释就是氮肥，能使叶片油亮不黄叶；4、白醋水就是硫酸2铁，用于洗酸植物，调节土壤酸碱度；5、黄豆水就是硫酸2氢钾，促进植物生根发芽，长出更多花苞。关注我，学会更多小技巧，一定要老公学会的漏水维修小技巧。1、淋浴喷头漏水，千万不要着急换，我来教你解决。将喷头和软管分开，取下密封垫，撬开铜帽，抽出里面的软管，找到漏水点，用剪刀剪掉坏的部位，再重新接到管子上，这样就不会漏水了。2、水龙头不断的滴水，一般都是阀芯出了问题。首先撬开顶部这个装饰盖，拿一个梅花螺丝刀，把这个螺丝拧下来，取下水龙头把手，用扳手拧紧水龙头的阀芯，拧紧之后发现水龙头没有漏水了，就把水龙头其他部件原样装回，漏水问题就解决了。3、马桶水箱上水慢滋滋响，或者是上水不停，其实就是马桶进水阀的原因。关闭进水开关，把上面的帽打开，拿掉销子，去掉浮漂感，再把上面这个塑料帽拧下来，一般都是上面胶皮垫脏了，把皮垫拿下来，用清水给它清洗干净，把这个小眼用针捅一下，再原封不动的给它安回去，这样就好了。没学会的先点赞收藏，迟早用得上。变废为宝小妙招，学会了垃圾也能变黄金。1、过期的护发素不要扔，还有大用处，用它来擦皮鞋，鞋面光亮，而且不容易沾灰。护发素加白醋加白酒，清水稀释，擦拭家具，半月都干净。护发素加牙膏和清水，白墙污渍1秒去除。2、吃不完的香蕉皮还有大妙用，把香蕉皮放在花盆里，可以促进植物生长，再用它来擦拭叶片，叶片油亮还可以防尘。3、夏天家里的蚊虫多了起来，教你制作蚊虫陷阱。空瓶子剪开，里面放入香蕉皮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再把瓶口倒放上去，放在厨房角落里，就可以捕获家里的昆虫了。4、手套破了先别扔，剪下橡胶圈，套在菜板上，可以防止菜板打滑，固定在垃圾桶上。扔垃圾时袋子不容易下滑，手腕处剪下来，修剪成一个圆形，花瓶放上去，防水防滑，还能保护桌面。手指部分全部剪下来，套在椅子腿上，静音还不会刮花地板。你学会了吗？活了30年才知道的快速切菜小技巧。1、辣椒切丝。2、方块豆腐。3、西葫芦切片。4、大白菜切块。5、菱形土豆片。6、青瓜切块。没学会的收藏视频，想学的时候边看边学。